英國舊屋最麻煩嘅係你永遠都唔知以前啲人用咗啲咩材料。英國直到1992年先至全面禁止銷售 lead paint 含鉛油漆，所以好多舊樓嘅底層油漆都有機會有鉛。為咗安全起見，我哋 Amazon 買咗個快速測試。首先係油漆嘅表面只開一個細嘅缺口，盡量測試最底層嘅舊油漆。將棉花棒濕水之後喺測試嘅位置來回試擦30秒。如果棉花棒維持橙色，咁就即係冇鉛。但係如果變咗做粉紅色、紅色或者紫色呢，咁就即係代表嗰層油漆含有鉛，而且顏色越深就代表個鉛含量越高。結果係我呢支棉花棒最後變咗做紫色。所以如果要清除舊油，就千祈唔好乾磨，亦都唔好用熱風槍，因為咁樣有機會釋放出含鉛嘅粉塵或者毒氣。如果油漆狀態良好，最安全嘅做法其實喺舊油上面直接上油漆，將佢封住。如果你都準備鏟油重新上油漆嘅話，就真係建議驗一驗，因為有啲風險唔係肉眼睇得出，安全永遠最重要啊！